难去。
叫你扶贫得贫，一贫不亲。大姐此话当真？信不信由你，刚才我也把过看啊，可真的救了你一命来。是此事呢，是我错怪他的了。多谢他的，谢倒不用谢，就是你那笔钱啊，真要改一改才好。上次多谢他的，不用谢。哎呀，就是你怎么了？大姐，我已经3天未进这了。3天，这是我这里的雨呢。是吗？一哭尽亏，这是我们城里上的家常饭。哎，香莲可口，比山中海味还好吃。哎呀，笔，你怎么把笔也吃下去了你？多谢他的，不用谢。忙听得马蹄声声耳边响，雨则见尘土滚滚三军呀，贫苦的口紧追追，双里西进跟他讲，大弟你兵大为什么追出来了？早出。直到他银色匆匆路边看，牵牛来白的带走一种粮。归来身为这女子，身居壮士的模样。小姑娘，我身况且有身路过这里。越男越女，越老越少，越高越胖越瘦。我身况且一个少年长士，实在看见他往哪边去了？对，慢，将军，叫他带路。带路。
发生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大人，小女子明明看见他们哪边去了，怎说什么把这藏起来呢？将军，怕人把这金给打开。啊，大人，你是要喊出来？去！哎呀，我知道这也得的金子可以长寿。对呀，大人，我们这里金子都可以长寿的，打开就开。放开！眼下可是有事。马玉生，打开！打开！背上奉进，后是不去。大人到来，我们这里上前看这个金水多少的呀？大相助家为亲，怎料子烦躁多生伤你。可叹我才女虽不三餐见，乃为你报仇此间伤的病，你曾把费了心我命，也不知你家居何方，愿与情。
相助是常理，恩义良师莫再提。我本是皇城三爷孟佳妮，我老壮士将你记。今早九江人张布兰进宫领赏，臣民们听了，钦差大人到元人，元官老爷进了城，九家娘娘跨前方，花轿相迎他恩人喽。老兄啊，五龙都快喊破了，就是不见张布兰前来绝帮，万色布兰出大计，真是挂事情。为一挂不挂，委屈禀老爷。臣民们听了。
你看，喏，娘真好看。哎，慧兰，刚才娘在村子里听到一句奇闻，什么奇闻？娘我了这么大年纪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你。娘，你看谁呀？慧兰，在前远村的城头城上，你我披头张光芒，这都是兴旺人间新生。哪个人？小民不来本姓张，张不来，一说到恩人家门里标记，不来插旗迎风扬。不来插旗迎风扬。忙里的了哎呀，回来与亲与子心。回来，娘才是张姑郎。慧兰，你可不能胡言乱语哦！我无仇无恨，只有杀头你呀！娘，他常不来做大情。哦，怪不得这些日子来做媒的一都不见，原来你是在想那位王？那位龙南张子呀？哎呀，娘，你快回去把布兰插起插起。哎呀，娘，你快去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娘，你快去呀！你快去呀！不去不去。
爷。老爷一宽，呼兰踏起。酒家恩人身上谁下过一拜？在错了。酒家恩人身上谁下过一拜？错了，越发的错了。咦，你家我见他去波兰大吉，问问哪位才是酒家恩人？啥事都是，啥不是啊？都不是。哎，哪有这般道理？怎样般道理？老爷请看。也是言之有理。哎呀，有见我二家二父把查波兰继承家的姑娘也顾不留，请来见我。是，走。拜见老爷。好，钟家姑娘听了。本园令乃是奉迎皇命，查找酒家恩臣张福兰。你们哪一个叫张福兰啊？大人，我们城里的姑娘个个姓张，为波兰去的都叫张福兰。吼吼，你们都叫张福兰？是啊，我们都叫张福兰。你叫张福兰？是啊，我叫张福兰。那么你也叫张福兰喽？是啊，我叫张福兰。你们都叫张福兰？是啊，我们都叫张福兰。来呀，有，见我匆匆一我远呀，一去奔财。有一位宗门外名玉姬，恰不了顷刻之间动过情。既然面来众姐妹，虽然他结来便是敌。且慢，请问大人，姐妹们盛饭何菜？这
玉木王子冒着我恩，反定是欺君之罪。要知大人，万岁当年有言在先，张家去哪一家他不能打击，就向哪一家报恩。今日你们国死忘恩，反有之罪，这是你明白下了欺君他罪。你这是捏造圣旨违抗生命，违抗生命是我亲儿所问，这才是我捏造圣旨。那么我人查不拦禁也是你的旨意喽？当然是我的旨意。就叫恩人在上，在下跪一拜啊！想那张古兰与我家女儿相识一晚，今日越发的亲昵了你。哎，总算他俩亲亲昵昵，无奈这居家之功是陈家的，不是我女孩的。夫人你呀，且宽我手扶领上今天，不巧不行，那三城里的哑姑娘能见你带来多大的好处？只要功夫大，好吃不为少哦。
启禀大人，钦差大人到，快快有请，有请大人，有请恩师大人。谢恩师大人，也请免礼。恩师大人，想当初你为保家，真是功劳显顶。今日插心本愿，一路辛苦了。想当年我冒死保家，路过此业，今日孤体就有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来呀！这是万生屈其不礼，万望恩师大人笑纳。叶妻何必客气？本身那酒家女子已在叶妻府中。真是万生正是几经折折，谈了又谈，访了又访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张不兰的下落。现在正在花园与我女儿有关呢。叶妻劳苦多高，对本钦差奏明万岁，厅堂从中也上。多谢恩师大人，请那酒家女子前来相见。是，有请波兰姑娘。有请波兰姑娘。有请波兰姑娘，波兰姑娘到。恩臣驾到，私下官必臣且早相迎。此人年从必死情东去，岂非是庐山真有难隐藏？恩师注定上我冷眼相宽陪一旁。想想自身是丈夫，无论才你不应当。是不义之词何根？来一个明修探讨，暗度陈仓。恩臣清楚啊！
请查奉旨你恩谁进宫？请大人回禀万岁，不然不举进宫，只望万岁报恩于张家期中乡亲。恩谁杀神大事，保救万岁，理当受赏。这是奉恩人将酒驾之事略有大改，以便惩罚我啊！是啊，请姑娘讲不明儿。是此大人请听。3年前，官人名义在君王，为其中是我将他进来他，爹兵回避我杨银路，我有天远走到江旁，来在那爹兵不为风水君王怎么意了？早已历经别个长。原来是此，口舌不平，与何为证？你报款不来，可以作证。可用我也可。大人请看。为生不然，女子皆有，岂能作证？大人不信，那就让我面见万岁。面见万岁！你到万岁，真的是来报你臣服之恩吗？谁会报请我做臣呢？为谢当年之耻，为报当年之耻。大人，你在生气啊？你先将他君王藏于水井之中，分明是有理受他。将这王室的兵乱杀尽，分明是要他万岁于死地。本卿查实来夺你归还，请有圣旨在此。小女子深深望书，艰难相见，乃是一片真心，这个是我愿万岁呀，大我人！还是一片真心，我来你不当。
也去，也去。是。凡来张不来求君王之事，你都听清楚了。外甥我都听清楚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女儿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。是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本钦察知道你的女儿聪明眼熟，才貌少情，又有相助之意，今日你天赐良缘。哎呀，是，这类欺君之罪，万生之后担当得起呀！有本钦察做主，下了条案，不还怕些什么？这更何况与这帮块不兰作证，就跟法务也是了。这个本钦察是一片好意，经久不缺，相欠瓦解。万生不过，万生不过。叫你女儿稍作准备，明日一早随我启程去宫。受恩师。今年你女儿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，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。哎呀，老爷，这真是喜中天降，喜中天降！我们该好好谢谢赵大圣的恩德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此事非同儿戏，非同儿戏呀！你莫非真要进去不去？去吧，去不成。像我家女儿，称得上是绝世佳人，女中才子，她是能进得宫去呀，万岁定准，宠爱无比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万岁万管什么，真不兰，假不兰的。要是我们得罪了曹大人，他恼怒起来，你却对得起吗？是这事嘞，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。对，只有这条路啊。越看越哎哟欢喜，中传十风夜观树，高峰正风不归去，到那时你不当好，很中长。
为娘，怎么今日连你娘的话都不听了啊？娘平时教训，你还句句依从，今日之事甚难从你。女儿，你咋不依从？为何不但要得罪钦察大人，倒得来请这出子为民，从这错牢上的？弟弟，你何苦是此病我？女儿，你说再不依为娘，为娘我只好去死了呀！女儿，你咋再不依从，为母只好向你跪下了。为娘我也向你跪下了，弟弟母亲。也该免去礼礼，同不动换下应居家恩德。救驾恩人，你将领妻子无边，命差夺马房，即坐相迎。弟子万岁有旨，命差夺马房，即是相迎。7岁万岁，请太保令人不来验证，快快有请。万岁有旨，曹子弟见相。立旨。臣曹子弟见驾吾王万岁，盼万岁，一生谢万岁。万岁，方快不拦在此，请万岁验证。
得你了啊！百岁。把变呐！恩人，你是又变又美了。恩人夜路辛劳，故早已为你配得举业，请恩人上座。来，拜宴。
万岁，自有情深。记得金堂同期，到王文自今句句你牵动了国王的心。心。
且你就是出马了寡人，却当了孤王，故也就不怪罪于你。此话当真？据我戏言。万岁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吗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哎呀，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张伯兰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想当初你结我取名，我再叫你波兰为证，告成他去。哎呀，万岁，小女子实在没有救家之恩呐。恩人，今天你多饮了几杯，今说起酒话来了。万岁，我并非酒醉。乱口酒话，真是必罪呀！万岁，小女子与欺君自罪。好，我杀你无罪。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居家恩人，乃是冒昧顶替的家女家女品。万岁，张家起从查不兰原为男人，张不兰娘与从心地纯真，弟弟为把皇恩领，逼我冒名上京城。官亏不然，为我在你的手上，乃是弟弟将我的弟弟他是谁？家父怎配？我这家父是我里万岁翻脸不用心，除了有病常相逢，深夜坠入长情。说难与难，难杀你弟弟到底是谁？也罢，弟弟乃是乃是孩儿的父亲。好生忘恩，但他保天困境。万岁，我望到你是有道明君，恰有来是个糊涂昏君。糊涂什么？混在哪里？王你难和父母相比，怎能不服？进宫明君可谓是景象，年岁隆恩，身受官禄，吐了真经可谓是敬重。小女子忠孝两件，不才自由啊！万岁呀万岁！倘是小女子不讲真言，你也分不清真假。如今我讲了真言，为我反要本章，请万岁三思。万岁，小女子还有话要讲。起来讲。谢万岁。小女子闻听居家人张不兰已被当成死了。你得怎讲？张不兰已被当成死了，请万岁叔叔举他一命。蒙听恩人在牢房，等教孤王怒满腔，下次查判不用情，来要传曹子兵死，且慢。今日你张张贴贴
老人家，你可汗冤枉，恰是为何？就是那无道的昏君你骂他做甚？先生啊！我的女儿早归来，在你先去了皇帝令。原来张桂兰就是你的女儿张桂兰。女儿不念金公地，却只数来一月情。刚才鸳鸯分阴性，他已曾滚堂走出门。那你为何不当面吩咐去告他？老人家，林水夫可一定会为你伸冤的。我有草子是我告的呀。好，我带你谢他。皇帝谢堂堂，从此立法立人，多谢先生，王先生真心他命，他是我，我对心。多谢王先生，多谢王先生。老人家，这里名字你拿着路上借用。多谢王先生，多谢王先生。万岁，人家也是来了。你这小姑为有事，是忙着，真是我忙着，分明是你着了我的人，你着了我的人，好了，二位不必争吵。请问这位相公家中无人患病？袁太爷的夫人。患的什么病？心病。我家先生为心病，你家先生？他是看相派人言，不准不要钱，三代祖尊以性命保证灵验。好，自此先生请。他人进城去春庭，这阵他还不应心。哎呀，老爷，也是换那曾先生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嘞？阿弥陀，阿弥陀。哎呀，老爷，我头痛，没事。哎呦，老爷，我心痛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怎么啦？老爷夫人，他是先生来了啊，他还未患病，他说不挣不要钱，夸有请，有请先生。先生请。先生少年英俊，官职一下倒是官的早啊，有年百事，却只说来有8几个年头了。刚才听一时一到，
先生不但为宽平，还为宽乡。能啊！一把郎中真是香喽，率命查事与宽乡。你难查事，多难治啊！压到瓶子到灵光，此次请先生问了。好。夫人无奈举荐，不必多虑。这一马戏混乱，稍问妃嫔。新兵何解？夫人心中情欲所思，故而闷闷不乐，出张发迹，皆有二人妃嫔。哎呀，先生说的真呐！先生，此病可是非？方便，只要夫人把心中之事统统地吐出来，接住干打，便可痊愈。此事说来，先生的相思应当告明喽。令不令当场验尸，真不真，故为法子啊！先生啊，我还要查个事，夫人还要查事。好，请。一个因，先生是一个因事，一个因事，因是口中有个他字，此因可查可评，皆须莫否变化无穷呐。先生啊，这因是有实的。老爷夫人，请坐下来，听我慢慢地讨来。老爷夫人，听了。你听了啊！啥问女眷哪一位？
下去，下去！你们不要着急嘛。二两银子拆开拼，拼转是真也看。老爷，这银子里面有个他字，他字取恩是个生字，生字下面加一横一看，乃是何字？这是比兄比红，世界上老爷不等恩，莫与人。这是家欢家福，老爷家要奉前去。恭喜老爷不是不生呀，喜都过来呀！为个千金要叫他云啊，朝阳风中风。皇后啊，皇后！哎呀，老爷，我皇后你！哎，夫人啊，向女儿进宫1月间，恰为何不见门子？我气饱嘞！老爷夫人，敬请老爷莫心焦，万岁报喜要赶王朝。银毛成为龙，在日之内，在日之内，把喜报上天，上天，上天！哎呀，赵先生说嘞，3天之后。万岁要封我为丈母娘了！哎呀，老爷，要是万岁能给小姐一点的话，要将我丈母娘接进宫里去呢。哎，那与你丈母娘进宫之礼，只有我这个当堂上阿爸的才能进宫议事。万岁当着文武大臣，叫我一声鼓上他人。先生啊，你让我荣耀不荣耀，开心不开心啦？老爷啊，这金莲之上，你可要做得小心了。先生，插下去，插下去。好，听了。不好，我都也下去，插下去。老爷，这他是去恨，要必去呀。千金终于富贵命，这6年不讲不难。啥不啥吧，必真心啊！啊，只怕黄龙门的要火领头。哎呀，这个是红烧啊！我完全牺牲自己，救自己。好，咱
老于法，可用一个替身法。替身法，只要找到一位年龄与你女儿相仿的女婿，太尉最难，归国千金，方能蒙兄化解。找一个年龄与我女儿相仿的女婿。哎呀，对呀，你把张不兰正好与我女儿年龄相仿。张不兰与你的女儿年龄相仿。好，我要当面看相。先生，我要当面看相。只有当面看相，方能得举归国千金啊！这也不明，那就算了，告辞。你把张不兰正好关在远衙牢狱。这远衙牢狱我是去的呀，先生啊，这远衙牢狱嘛，是我家老爷所管。出版王法非同小可，王法。先生自谓出自款项，这官上之子嘛，你就不懂了。遇到是天高皇帝远，你管他什么王法平生？这真很远呢，我老夫说的话就是王法。李教呀坐待先生到女老为张不兰看相。先生请。最惨吧，刀成黑，阴晴白露要我能斩。起刀也先下水，斩草之根，退换。就在这里。请问妈妈，张家熙往哪里走呀？张家熙，不知考官找的是哪一家？我们要找的是张福兰这一家。张福兰，她是我的女儿了。来得正好。妈妈。老妈妈，嫂子，
娘知道女儿进宫随风丧，怎要做此生相逢真无法。女儿杀父往前路，娘亲你家贫谁能图，计划。先生奉老爷之命，特来与你看相来了。是你比我可生气。玉卿先生。陈长山京都门，不来作反乱乾坤。我少女手可以，我难把其元神。我得靠金老爸，我母女两人分。今生不来是一不来你我要还。
小雨欺骗人。
名声不必欣赏，你究竟是讨人？我是他的丈夫。好啊，冒充丈夫，快我把你关押起来。要是道上他乃是君什么？他是我的夫君。既是夫妻，我要是想到先生，他才我来。先生，你用我一赔上啥子？这里有上字一张。想不到，国王亲笔写的草字，也告他不正。我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怎样忠于我这个君王。告辞。慢，先生要到哪里去？你罪父告堂去。你去不得。为什么？今日乃民罪之父承担自己，私访官员皆在请我，你可不要自讨苦情。他做他的罪，我告我的草。请问先生可是忘情过去？必是忘情过去。赵总可与人撑腰？无人撑腰。先总可有万贯家财？只有一副叉子盘。那你是否告真呐？求我有王分了啊！王不从来就是空分。有人，他带我来。姑娘，快带我来。送来贺信一封。好，想不到今日本府对难，还进入了清查人。来呀，区国里，万方怕人笑纳。有意也在。嘉年兄是今日此云端，来者定是往情不亲。小弟还需年兄多多关照，本官谁谁呀？来者是来者，今朝是今朝，今朝万望大人笑纳啊！哈哈哈！是愧罪了。禀大人，徐大人到。想不到今日本府对难，惊动了钦察大人，不理不让夫。贼孽兄，
将那徐大人本为吏部尚书，素来不讲情面，大人今日可要小心日子喽。见徐大人，大人此番亲临民罪，是路过还是专程而来？咱人姑母乃是路过，咱人百岁乃是专程哦。请禀大人，结果人告长，吩咐下去。今日吩咐虽然，两位大人才是不齐，不理你是。禀大人，结果人冒失告长，清明时节朗朗乾坤，来民间怨气，分明是有意扰乱神气。要不也再选我，将他轰了出去。慢，即使冒失告坏，我看天有怨气，往日当堂谁还？这好。这次请狄大人家年兄同生来呀，有升堂威武。结果人上堂，狄大人在此，请我吩咐谁然？你不知不早，为我偏挑今日告堂。今日狱中，今日告，大罪小罪管不了啊！大胆马年轻，公堂之上，尽管开出谎言，拉下去送到死上。慢，今日乃是大圣随堂之期，不可这世事大害，万事免了。看在狄大人的面上，免了。马年轻，你可御场？御场，呈堂来，拿去款来。差事了，差事了，为何来当？
万年前，仿佛明察去好，秉公而动，此案不得之内，应当踏过民法，退逃。且慢！明罪之父，我章子上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唯有不审不问，便告退党。我看万年前说得有理，我是当堂罪恶。以大圣之见，当堂审案。当堂审案。好，朱大人，高堂审理安审院，怎奈老夫耳聋眼花，实在是看不清听不明。我是让他起来讲，用你起来讲。方才乱棍架身，伤足等痛，我再不起来了。你再不起来了，那哦，叫他扶起来。万年青，你快快讲来。好，你听了。你不要胡作非为，人万年青，来人冤。将我明罪负人，亲兵四界，朗朗乾坤，我来民间冤情。对呀，清明世界朗朗乾坤，我来民间冤情。哼，清明世界朗朗乾坤，贾子元，我来问你，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她进宫去了。万岁命钦差大人接的是酒家恩人张不兰，你的女儿如今得了王宫哪？张不兰乃是我女儿酒家时用的假名，假名，呵呵呵呵呵呵，你本是堂堂江湖出世人，真是报恩有内情，安顺寻找听家女，为此宣布家里同风情，我女儿永志天仙貌似花，早在神风关圣君，你尽管诬告皇帝老丧命，欺君犯上分战营。万年前，家父千金奉旨进宫，与钦差大人亲自护送。我名罪方圆百里，人人皆知。你说他冒认皇恩，这同我说起了。你这子父，你是家之元必争冒认王恩，那为什么将酒家人张不兰关押在死牢之中？贾子元可有此事？
徐大人，并无此事。贾子元，你的夫人为我生死黄火，行人不宁呐。我夫人完毕，与你何关呐？为什么命我到死牢之中为张不兰？可想，他胆插之牢，分明58道无中生有，诬告本源。3年前贾子元审你诬告，你可有承认？有他女儿贾牛兵为证。带贾牛兵，带贾牛兵。做真神，吓得本源可怜。堂上的兵儿的马上王为臣，女儿才前不能。但他欺君他才自暴自弃，快逃生。贾子元，贾女平可是你亲生女儿。他并非是本源之女，竟是插着老不知哪里的疯女子作此假证。贾女平，贾子元可是你亲生父亲。小女子勾当之饶是胡言好人。贾女平，大胆作证。他去世我平地三分夫妻，再聊下去，贾子元，你我与何话可讲？大人，贾女兵是败者之女。这谋人忘恩一事，也是钦察大人曹子兵他的旨意。钦察大人到，侧击。这里呀，徐大生随当之去，岂有不来之理？郝大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周知府受担，我岂能不来？那真是巧。二师，我生母全都遭人了。遭了什么？冒人忘恩。郝大生，去。郝大生，贾子元是冒生忘恩要我，那是你出的主意。想不到今日审案，审到本钦察台上来了。贾元，本钦察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唆使你女儿去冒生忘恩？本
请查奉自行上救驾恩人，唯有要你宁愿冒名顶替。想当年我冒死保驾，此今难道为了一个救驾女子前功尽弃，就上前路？不准！大人，前院即公堂之上，你吓破了胆，言论心口之王，今日本请他在此，万不与我重生聚安。来！哎呀，大人，这自己站在公堂之上，吓不了胆。那万年前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疯女子掩耳风月，望大人听他。在汉院之人上堂。汉院之臣新生命才从实将来。是他是小女子名叫张不兰，我要高低去认他检查。检查中才靠天，道义也是为君临。想当年君王下不遂，推着下井开王命，此今日将我不来呀老爸，说是将女老无名，一将问上进来路，杀成也可有情有心，手中爱我娘亲，又从民国去家人，今日里今天下面路上香，他才是3年之间应该这精彩那万岁乱参差。经过4场公道，快见！万岁驾到！快进！天老天儿发怒，传接万岁，一声谢万岁，咱不来听风，万岁，故封你为5个娘娘判驾宫中。启禀万岁，我娘被害，用不来还虽小欺瞒，再请公主。好，姑念你一片孝心，待你收小欺瞒，接着进宫。